今日係值得懷念啊嘛，2週年。2年前喺今日見面，2年前喺今日識。呢條路變翻風平浪靜，但係發生過嘅事永遠唔會被忘記。而呢一個承諾，我哋守足2年。今日係值得懷念啊嘛，2週年啊，因為我嗰日食咗佢2支辣椒噴霧，食咗佢1粒催淚彈，咁啊而家翻嚟睇下有冇得食咯。香港人醒覺咗啊！而家你睇投票就知道啦，唔使講咁多嘢嘅。而家香港有呢個雨傘運動係成功嘅，我唔信失敗。出盡心力嘅小市民重臨呢條天美村，包括散運嗰陣，日日送幾百個飯盒俾村民嘅佢。當日我哋雨傘運動嘅種子而家係開始係散開啦，嚟緊希望啲年青人醒覺，為自己香港嘅未來去爭取自己嘅未來生活咯。頭先都同你講過，我哋見到上年咧係好似一個 funeral 咁樣嘅，嚟咗咧係全部都好似唔開心啊，好似輸咗咁樣嘅。不過今日你見到好似2年前個 feel 咁樣嘅。一場立會選戰，令到2年後嘅村民由悼念變做振奮。咁唔知香港又會唔會走上更加好嘅路呢？我睇蘋果洞，因為有15年嘅回帶器，可以幫我百進過去，飽進未來。